因为疫情影响，无国外观光客，交通部观光局估计，全台湾今年观光收入上少减3700亿。所以讲，未少的生意人期待讲会使搁实施旅游的补助。讲起来，北台湾上惨，像野柳风景区，今年游客就减200万人次，生意人叫苦连天，话讲连权利金都强要无钱通揽。野柳的女王头是不少游客来到北台湾必来的打卡景点之一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对比去年来客数是掉了200万人次左右，这也让经营团队很懊恼，因为他们的月收入呢，他们这个入园的收入是短少了，几乎连权利金都快要缴不出来。看过去现场的游客有够少的，唔那是因为北台湾的天气湿过热，嘛因为边境要继续严格管控。野柳为本来2019年入园有267万人，来到今年刚剩59万人。野柳的观光客变少，业绩变歹，业者拢感受会到。搞不好剩不到2成或1成左右吧。你看这礼拜天这种天气，这种人，我跟你讲，没有来开哈，还不会了那么多，亏那么多，来开多天，亏多更多啊。在地做10年啊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互因真无奈，脚步往南部行，嘉义县的阿里山会当看到日头，不过这订房率嘛无讲介好。今年的我们按照目前的订房状况是11月份不是很好，到明年的1、2、3来讲的话，大概订房率啊，目前是大概3成多而已啦。秋冬旅游补助进前，生理勉强会得过，无秋冬补助，佮传出当天恐惊有第2波的疫情，和游客为9月开始，小说1600间到1800间的房间互取消，希望观光局会当继续塞国民旅游的补助，互做生理的唔免烦恼赚无钱。